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爱妈妈。公园是安怎来的？为一个公园的变化，还会当看到什么？你敢知影嘉义公园内底有一个甲比利时相共的选择囡仔？今日我来讲伫台湾超过100档历史的公园。即马带囡仔去公园佚佗，也是去公园散步运动，是真事常的代志。毋过你敢知影公园是安怎或者公园？其实公园是公共的园仔的意思。园仔就是有花有树仔会当佚佗的所在。会有公有公共的园仔这个词的发明，是因为古早进前的花园、游乐园拢是私人的，是真好野的人才有的。英国伫17世纪，因为工业发展，伫真侪人聚集的都市内底，空气变真歹。迄当阵英国人就想着讲，若是伫都市内底冒一片墙，伫庄骹种足侪青色的树仔，也是种足侪花，会当佚佗的所在，安尼就会当互都市人的生活变好，而且都市内底的空气会变较好。都市公园这个观念，为迄当阵开始就有，毋过真正互人注意到，大家会认为住真侪人的都市内底就要有公园，是因为19世纪科雷拉的事件。迄时社会甲政府拢认为，若是空气变好，就会当防止传染病，所以甲做下水道相共，起公园主要是要改善这个公共卫生。英国是先开放一寡私人的方式，也是贵族的花园，互民众入去佚佗去运动。伫德国是透过都市计划来起公园，因为是为着社会大众设计的活动空间，民众伫公园内底会当消磨时间，嘛会当自陪。所以除了改善公共卫生，政府嘛互公园有教育的功能。迄时的德国人因会放一寡纪念碑，也是有国家特色的文化装置伫公园内底，互民众会当较有爱国心。日本学的就是德国这套，毋过日本公园佮甲欧洲的公园无啥相共，嘛有日本的特色。日本政府设公园的方式是互原本就有一寡人会聚集，也是去佚佗的所在地点，佮加种较侪树仔甲花草，变做一个公园。所以原本国有地顶头的寺庙、神社都会起做公园，也因嘛会征收一寡私人的花园，开放互民众入去佚佗。也阁有，就是甲过去江户时代就有诶游园改做公园。游园是古早日本人去佚佗诶所在，卖食诶真侪。即款做法，互日本公园内底甲欧洲无相共，时常会看到神社、庙寺，也嘛有餐厅、咖啡厅卖食诶所在。即款日本公园嘛对殖民政府来到台湾。台湾第一个政府规划的公园，就是圆山公园。迄时是为着日本皇太子如人伊要来台湾，大家赶紧伫1897年就整理出来。这个公园设伫市郊，迄当阵是互住伫台湾的日本人会当去散步、去运动，互因来台湾才袂水土袂合。后来伫公园边佫起台湾神社，伫即个公园了，佫无几冬，就有伫家人的高山公园，即嘛号做中正公园。刷落来第三个是屏东公园。毋过第一个配合都市计划起出来公园，是1903年开幕的台中公园。这个公园是为着要配合家人到高雄的纵贯铁路开通才设的。纵贯铁路是日本人伫台湾真重要的建设，
通车的仪式就经伫这条铁路的中要举办，毋过迄当阵台中车头伤细，所以转经伫台中公园。为着这个庆祝活动，佮开卖少资源去整理。迄当阵真侪日本皇族要来参加这个通车仪式，所以即马伫台中公园看会到真出名的乌心亭，就是迄当阵起的。为着要互遮的人因有所在通休困，日本时代起的公园到今已经超过100栋的袂少。面积上大的是伫台南虎头埤公园，有180公顷。伫北部较大的是北投公园，因为内底有温泉区，所以嘛有28公顷。迄时起的上细的公园是即马伫桃园的文昌公园，无甲1公顷。台北新公园嘛是伫1908年对台北市的都市计划设的。迄当阵日本政府的想法就是要伫城内有一片种树仔青色的所在。迄时新公园的地点是因为这个城墙仔拆掉了，这个空地变大，而且佮离车头较近。迄当阵也无楼仔厝，对台北车头就会当看到这个公园内底建筑。这个公园原名号做台北公园，毋过民众拢甲叫做新公园，因为台北已经有一个较旧的圆山公园。新公园算是日本时代真有代表性的公园，内底有娱乐甲运动的设施，嘛有教育的一寡设备。公园内底有放日本人的纪念雕像，神煞嘛甲大清时代有教化意义的真迹风，也是吉公好义的牌仔，拢放入来公园内底。内面嘛有进前有讲过的台湾第一间咖啡厅甲俱乐部。为着要互公园的面积变大，政府甲大清时代的天后宫拆掉，伫公园内底起运动场，嘛起一个会使演奏表演、放电影的音乐堂。后来阁有一间博物馆，这间博物馆嘛是为着要庆祝纵贯铁路开通才起的。迄时是要展览日本殖民的成果。展览了有一段时间，总督府咧发行彩票彩券的时阵，就改做彩票局的办公厅。毋过伫台湾彩票发行无偌久就停啊，这栋才改落去做博物馆，变做是台湾第一间博物馆。为日本时代留落来新公园，就会当看出政治社会的变化。伫日本人走了，1950年代大运动场就拆掉，改做4个中国式的凉亭仔来纪念孙文、邱逢甲、连衡、郑成功。当然，日本总督的纪念碑就摕掉。进前讲到博物馆迄集的时阵，嘛捌讲到日本人留落来的东吴，伊顶头的日本字就拢抹掉，孔子的雕像就特别放入去。1996年，台北新公园改名号做228和平纪念公园，甲日本时代的台北放送局改做228纪念馆。这间放送局伫历史上真重要，是台湾拄有广播的时阵的放送中心。日本导航是伫遮放送，后来228事件民众冲入去放送，嘛是伫这个所在，所以就改做纪念馆。改名号做228纪念公园以后，嘛放新的纪念碑，阁有和平钟。伫嘉义市的嘉义公园嘛是对都市计划起来的，只不过伊有刷过所在。本来的计划是从伫别个城市甲相共，公园就起伫市中心，伫车头的南边，水阳国小的北边一搭。1906年发生梅山大地震，嘉义一半的厝拢倒去。迄当阵惊有传染病，总督府才拨经费落来做都市建设。除了起下水道，内底一项就是要起公园，改善公共卫生。
毋过原本起伫市中心的嘉义公园迄块地，嘛因为地动怎啊摕去安置遐无厝通住的人，上尾啊，阁留互无厝通住的日本人来使用。嘉义公园就改去离车头较远的山顶，这片是嘉义市的东边，土真肥，水嘛足济，原本是嘉义农场，会经伫遮，是因为这地就是农会的地啊，遮阁离市区较远，所以若要征收边仔的土地会较紧，嘛较简单。所以嘉义公园甲台中、台北、台南的市内公园无相共，本地伫市内设公园，就是要互住伫附近的人会当有所在振动活动。毋过嘉义公园煞为着要较紧会当起来，经伫迄当阵较偏僻的所在。即马嘉义市的发展已经为西边的旧市区发展到东边去啊。嘉义公园边仔即马嘛有足侪楼仔厝甲高级的餐厅，已经无算偏僻。毋过迄时算是较偏僻的所在，为着要互民众会去佚佗，除了办真侪活动以外，嘉义兴业会社伫迄时嘛捌做过轻便铁道，就是即马讲的轻轨，就是为嘉义车头通到嘉义公园。专门用来载要去公园佚佗的旅客。这条轻轨行的是大通，日本时代嘉义市就有一条大通，甲一条二通，就是即马的中山路甲中正路。大通就是为车头到嘉义公园迄条路，一直到今日也是嘉义市真重要的一条路。喷水圆圈是伫遮，嘉义市的第一间邮局、第一间幼稚园、第一间戏院拢伫这条路顶头。若伫大通顶头继续往公园去，就会看到迄当阵负责农业、糖业、造林的行政单位。要到公园进前，也阁会拄到嘉义农林学校。毋过这条轻轨互大通这条路变细条，所以开5冬以后就拆掉啊。1934年伫嘉义公园内底的儿童游园地开幕，迄当阵日本就有儿童保护运动，因认为囡仔就爱去室外佚佗佮运动，有这款所在才会当互因的身体变较健康。嘉义公园的儿童游园地就有4000几坪，内底有田树、厝流笼、去库房。甲即马也阁看会到的真侪设施，内面嘛有设运动场、游水池，也阁有一个小型的动物园。这间算是台湾较早就开的儿童游乐园，所以真侪人去。伫战后1960年代，政府先甲这个儿童游园地甲嘉义公园合并，互做中山公园。伫内底阁起孔子庙。一直到1996年，才阁改转来互做嘉义公园。嘉义公园内底也有一扇有上新闻的旋绕囡仔，伊就囥伫大门入去的倒手边。时间过遮尔久，拢无人会记得是安怎比利时首都真出名的旋绕囡仔会出现伫嘉义。2001年以后，嘉义文化局甲一寡文书工作者才去找资料。发现讲，这扇甲比利时的是同款的。这扇红仔是1935年台湾博览会的时阵，比利时送互嘉义的，而且伫足古早的相片就看会到。这扇旋绕囡仔伫无共年代的时阵是互擦做无共色，进前阁有擦做白色，后来嘛有擦做青色。伫旧年。才阁请专家来互伊变做伊原本的古铜色。真趣味的是，嘉义的旋绕囡仔毋是干那一扇，伫嘉义东门圆圈也阁有4扇。毋过这4个都毋是为外国来的，是1970年嘉義市政府為着要避免路人的車拄着圓圈的時陣，無小心衝入去水內底，就用鐵仔甲4顆電燈籠圍起來。
佮请人做牺牲，选入囡仔囥伫遐，是安怎？迄时政府做诶是选入囡仔，毋是做别项。我想无，嘛找无资料。当问医权1996年整理诶时阵，若甲迄个水池添甲平，无阁有喷水。选入囡仔嘛改做一个名，或者河洛诶艺术雕像。毋过大家看了真袂习惯，所以过无几冬，即4身选入囡仔，就阁换转来囥伫医院内底。我读国校诶时阵，捌住过嘉义市，迄当阵诶嘉义公园，还阁号做中山公园，时常会甲大人去公园内底拍球运动。毋过嘉义公园足大片诶，老实讲，真罕得行入去内底踅，对内底有啥嘛无啥物印象。等到是后来有囡仔了，转去嘉义会带囡仔去佚佗，才对即个公园较熟悉。今日我要来介绍诶册是一本漫画《雕龙滚熊》，遐个做电影诶人，潮浪群雄，那些做电影的人。即本即马出第2集啊，《雕龙滚熊》是咧讲台湾伫解严进前1980年代诶时阵，一群少年人因安怎做出新电影，像《光阴的故事》、《儿子的大玩偶》，甲迄当阵真侪台湾新电影是安怎来诶？这个电影人因拄到啥物问题？因安怎避免审查？安怎伫政府诶管理下去做出因要拍诶电影？这本漫画是一个摕过足侪奖诶画家小庄画，真内底有介绍足侪电影制度甲迄当阵背景诶注解，内底嘛有介绍迄当阵遮诶电影人，请大家去册店找潮浪英雄那些做电影的人。我今日先讲到遮，你若是对节目诶内容有任何诶想法甲看法，拢欢迎来面册甲大家分享。嘛请会记得订阅，也是追踪即个节目，推荐互你诶亲戚朋友，也是伫平台留5粒星留话互我。若是要赞助即个节目，伫节目诶文字小解内底有EC Pay诶连结，我嘛有增加一个用海外信用卡会当赞助诶连结。真感谢大家收听，我是贤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